你的名字。准讲，今仔日有一个英语人踮台湾讲 ，Please call me Mark。我想无人会见怪，讲你是安怎无叫马克？登记身份是安怎无写汉字，要写罗马字？若伫自本就写罗马字的环境内底，对方报名了后，甲问讲要安怎拼写，嘛是事上代。可比 Catherine 也是 Catherine。Stacy 也是 Stacy， 无论安怎，有人咧讲你好，我叫 Stacy， 煞尾是 I 的迄个。我嘛无听讲有人会怪伊，你真够害羞呢，你的名我袂晓用，嘛记袂牢。啊是，好，不管你叫啥物，我要叫你 Stacy， 而且写做煞尾 Y 的迄个。反倒转讲。阵若看到一个名安怎写，咱一般嘛会尊重对方希望互安怎念。譬如 Julia 甲 Jesus， 有人希望念起来起头是 H 的音，有人希望起头是 J 的音。譬如汉字名写做乾，毋过无读做干。其实，咱咧问别人的名姓，也是安怎称呼。一般拢会尊重对方报互咱的方式，毋过毋知影是安怎。伫台湾，有一寡人甲因希望互称呼的方式报出来时，煞互缀毋知，看伊无，互骗上。名字是一种认同，伊甲认同共款。有正要紧的一点是，咱拢应该有用家己希望的方式互称呼的权利。毋则无论是认为原住民名原来应该用汉字来写，还是最近几冬来无互英语名，才是政治正确的潮流，我拢感觉真好理解。认为无应当互英语名的人，量约有几个论点。第一是无应该配合别人放弃家己的名；第二是应该对家己的文化有自信。用本名就好，毋过事实论到文化，咱自来就有出世的名、字号、片名、小名、笔名、岁号、土名等等。真简单，都毋是一个名为摇拿血热，到往生离开，互叫透漏的情形。这个名的出现，嘛毋是配合别人放弃家己的名，是拄好颠倒反的。因为有正做一个个人的主体性，家己生活中的文化意义，才会有无共的名。要讲倒一个是本名，佮无的确是出世的名，有可能是甲家己情感束缚上深的迄个。那安尼是安怎互英语，还是日语、法语等等的名，就常常变做是配合别人放弃家己的名？也是对家己的文化无自信呢？更较趣味的是这种互英语名政治无正确的主张，就我看到的是为英语人来的扩大门。就这点来讲，我毋知影这甲家己号名倒一个较文化被动，甚至我感觉遐会讲台湾人拢有英语名的人，有影是伤过水面。准是细汉补英文互好的名，这嘛是一个用罗马字写的名，而且嘛无限制，干那甲英语人交流的时才会用。讲到底，这种原住民嘛应该用汉字写名的理路，甲莫互英语名，无就是甲家己文化看衰的主张，其实是做对头的。所以，咱到底是对华语汉字霸权伤过惯势？也是咱含家己咧吹杀英语罗马字上界高尚，都无知觉。